安卓手機設置南無阿彌陀佛螢幕牆紙教學，歡迎轉發，功德無量。1. 在畫面螢幕空白地方長按3秒。2. 選擇左下角螢幕牆紙選項。3. 選擇媒體瀏覽器選項。4. 選擇阿彌陀佛圖片。5. 選擇完成。6. 選擇鎖定螢幕與主螢幕。7. 選擇在鎖定螢幕與主螢幕上設定。8. 畫面會出現字樣。9. 完成。